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咩級。今日同大家介紹894萬玉科技呢個股票。咁近日咧，消息面上 AI 需求咧就帶動到傳統嘅一啲電容咧高端升級。咁東北證券咧就指出，鋁電解電容咧係呢一個電子設備當中應用廣泛嘅基礎被動元件，其中嘅牛角電容咧係新能源同埋算力基礎設施嘅一個核心供電器件。MRPC 即係咧疊層片式固態鋁電解電容，係呢個傳統液態鋁電解電容嘅一個高端升級形態。咁呢個產品咧，亦都係完美適配 AI 設備嘅一個高密度佈局同埋高頻大電流嘅一個供電需求。咁萬玉科技咧，亦都係深耕喺呢一個嘅賽道多年嘅，擁有非常之多嘅一個專利技術同埋嘅一個產品。我哋都可以睇下點樣去睇，利用我哋嘅一個天匯指標去發現咧。呢個萬玉科技佢啟動前嘅一啲嘅技術走勢嘅變化，咁可以見到呢個位置，我哋嘅短中共振指標有一個嘅黃金交叉。隨後咧，我哋嘅對應力量咧亦都係由紅色轉咗為綠色，進入咗一個強勢階段。咁隨後咧一路就狂升，升到依家最新嘅一個情況咧。7.73蚊。咁我哋可以睇下啦，呢一段時間以嚟咧，我哋大戶盤路當中資金嘅一啲流入嘅情況係點樣嘅？我哋可以睇翻去到5月15號左右嘅位置，去到今日。咁從一個資金淨流入情況嚟睇到咧，可以見到係一啲嘅有都比較多嘅一啲外資行啦，有一個流入嘅情況嘅。譬如你見到有 JP Morgan、有盈立、有呢一個 Merrill Lynch、有 Morgan Stanley 等等咁其次咧，亦都係有一啲嘅本地嘅證券行亦都係有比較大嘅一個流入嘅情況。我哋再睇一睇資金盤路方面嘅一個情況咁亦都啦，一路其實咧係不斷咁升穿咗呢一啲嘅阻力位一路咧往呢一個新高嘅一個上方去進發嘅。目前嚟睇下上方阻力咧就唔係特別明顯嘅，咁可能都係要睇翻個籌碼嘅一個結構啦。會唔會有一啲嘅獲利回吐嘅籌碼出嚟？短期嚟講，大家都可以去持續關注下呢一隻股票後續嘅一個發展。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